各位朋友大家好，又到来团练的时间。基本今日练的呢，挺神奇，有四季哈。客家的团练的菜米鱼，有时候有上司啊看到也有水准哈。看下第一季，上帝陈三度，上帝陈三度，明明讲上菜陈三度啦哈。四弟银木度。四菜银木度乜都得哈。银魂比上天，咩人讲银魂比上天？好，骨头买有钱，骨头买有钱，哎，解当土解到本太子个糖，生菜陈三度，四弟银木度，银魂比上天，骨头买有钱。也谈一种乜嘅东西呢？你泡肉啊，就按中秋节半夜半时节，要泡肉呢啊，一下人讲烤肉啊，泡肉要用嘅东西呢，有谈出来冇？讲到暗明显嘅，好，来看答案哦。答案係火炭，火炭，火炭，客家火炭就係反義嘅木炭啊，火炭，火炭嚟看解讀吼，一火炭啊，喺你數位嘅時節啦，喂上帝沉山地度啊，對山度方啦，哦，天氣呢，前後呢，基本讀下來呢，就是啲人家嘅木地度嘅啦，是啲人木度，一個鹽分啊，比上天，嘅少嘅時節啦，會嘅木火炭啊，少嘅時節會出鹽嘅，哦，鹽分比上天，前後佢呢，骨頭買有錢啊，呀個樹頭啊，愛做成變火炭嘅時節啦，愛去破呀。破咗前後邊嘅樹嘅嘅前後存到嘅炭啊，污污糟糟嘅，就像個骨頭樣嘅，骨頭買有錢咧，係做人哋火炭啊呀，基本嘅咧兩個希望大家我喜歡，按之前嘢嘅收看，拜拜。